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PES 區旋選組嘅大風。我自細咧就喺一間基督教嘅小學裏面成長，聽過好多嘅聖經故事，學識咗咧喺困難嘅時候咧用禱告去尋求天父。老師咧嘅教導下咧，亦都好順理成章咧就決志咗信主。中學畢業之後咧，有嘗試過返朋友裏面嘅教會聚會，但都覺得唔適合自己。到踏出咗嚟社會做嘢之後咧，就更加忙碌，個人咧就只有心裏相信，口裏承認，冇特別嘅個人轉變同追求信仰。直到我同一個拍拖10年嘅男朋友分手，生命進入咗人生嘅低谷。一位姊妹咧就邀請我翻到嚟千物社區浸信會嘅裏面，當下咧聽住詩歌咧，心裏面就有一種被神醫治同被釋放嘅感覺。而朋友咧亦都安慰我，基督徒本應就係不可停止聚會。我好感恩咧，神係透過我嘅經歷咧帶到我翻到嚟佢家嘅裏面。我好感恩，我就開始咗恆常嘅崇拜同埋教會嘅小組群體生活。而家每個禮拜都會翻教會，立志咧重新開始追求對信仰嘅認識同熱情。喺我未返教會生活之前咧，個人嘅性格係比較自我，同處事方面咧都係以自己嘅利益為中心。有返教會之後嘅生活咧，除咗有一班同自己共同信仰嘅姊妹之外，我覺得最大嘅改變係我同神之間嘅關係重新連接。親密嘅裏面咧，感受到有平安同喜樂嘅心。當有着敬拜讚美、讀經靈修去學習嘅時候咧，尋求天父嘅當中，令我嘅信心逐步咁堅固起嚟。我知道佢就係我嘅牧者，有困難嘅時候咧，必然與我同在，為我開路。神嘅信實係我每一日嘅依靠。申命記4章29節講到：但你們在那裏必尋求耶和華你的神，你盡心盡性尋求他的時候，就必尋見。感謝神嘅帶領同幫助，豐盛咗我嘅生命，真實嘅經歷咗佢。希望自己繼續追求同埋渴慕神嘅心，讓神係真正成為我路上嘅主宰。我將一切榮耀頌讚歸於俾神。多謝。記得訂閱千物見證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同埋幫手分享、點讚，等更多人認識神。